民警和高雄捷运的人员在车厢内不断的安抚男子的情绪。原来这一名男子呢是先在月台大吼大叫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站务人员赶紧过去问他，而他说是因为跟家人相约在橘县的大东站见面，但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搭车前往到大东站，很担心时间延误，所以呢开始在现场大吼大叫。而这个时间是发生在5号的下午4点多。高雄捷运站内的人蛮多的，很多乘客都因为看到了这一名穿着条纹上衣的男子大吼大叫，很担心发生什么事。这个地点呢是在凹子底站，后来是警方陪同他一直搭到了美丽岛站，在确认他后续有搭乘其他的列车之后才离开。而警方说呢，民众如果是在捷运系统内遇到了突发的状况，是可以赶快来问站务人员的，避免引起其他人的虚惊。东森新闻在高雄报道。